唔知大家最近去開內地或者喺香港行街揾食嘅時候，有冇發現一個好恐怖、好反常嘅現象？以前那些大排長龍，你想食都起碼要等成個鐘嘅名牌連鎖餐廳，而家竟然冷清到拍烏蠅，入面啲伙計仲多過客。冇錯啊，今日同大家傾下依家搞到沸沸揚揚，成個餐飲業都人人自危嘅大新聞。邊一間？就係曾經紅透半邊天，主打西北菜嘅餐飲巨頭西貝吊麵村。邊個會估到呢間以前隨便一餐都人均100-200蚊，分店開到周圍都係嘅餐飲神話，最近竟然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執笠潮危機，直情係步步維艱，直落谷底。根據業內知情人士透露，佢哋最傷嘅時候，竟然一日蝕成300萬，一日蝕300萬啊！大家呢個係咩概念？即係你朝早擘大眼，甚至連一盤菜都未炒，3球嘢就已經憑空蒸發咗，真係普通人幾輩子都賺唔到嘅錢，佢哋一日就蝕晒。到底呢間以前風光無限嘅餐飲大哥，係點樣一步一步將自己逼上絕路？點解依家啲消費者一聽到佢個名就耍手擰頭，直情話送都唔去幫襯？其實成件事嘅導火線，相信好多平時有留意飲食新聞嘅朋友都會知，就係轟動一時嘅預製菜風波。話說喺前1-2年開始，內地餐飲業就掀起咗一股用預製菜嘅風波。咩叫預製菜？簡單講，就係啲餸菜根本唔係廚師喺廚房即叫即炒，用新鮮食材整出嚟嘅，而係喺中央工廠大規模生產，煮熟之後，再經過急速冷凍，包裝成一個個膠袋真空包。等到送到去餐廳分店之後，廚房入面根本冇大廚，得返班負責將個膠袋剪開，放落微波爐或者熱水入面叮熱或者加熱嘅操作員。當呢個行業內幕被踢爆之後，成個消費市場直情好似炸開咗鑊咁。而西貝吊麵村好衰唔衰，就正正撞正喺呢個風波嘅風眼中心。大家要明白，我哋普通消費者出去揾食，肯俾咁高嘅價錢去一間堂食餐廳，到底係為咗啲乜嘢？我哋係為咗食嗰一啖鑊氣，為咗新鮮嘅食材同埋大廚嘅手藝。如果我出到去坐定定，諗住好好享受一餐，結果你端上嚟嘅，居然係一盤喺工廠雪咗唔知幾多個月，用膠袋裝住袋裝菜，然後加熱俾我食嘅雪藏科，咁同我喺便利店買個10-20蚊嘅叮叮飯有乜嘢分別？最令大眾憤怒，直情覺得被當成水魚嘅原因，係西貝嘅定價。如果佢定價好似快餐店咁平，10蚊8蚊一餐，大家或者都仲會隻眼開隻眼閉，畢竟1分錢1分貨。但西貝唔係啊，佢由始至終都將自己包裝成高檔、健康、天然嘅西北菜代表。喺佢哋嘅鋪頭入面，一盤普通嘅挑麵，一盤簡單嘅炒菜，動輒就要50-60蚊，甚至一盤羊排要幾百蚊。當消費者發現自己用高出普通餐廳2倍甚至3倍嘅價錢，滿心歡喜以為食緊頂級新鮮嘅有機食材，結果入口嘅居然係中央工廠批量生產嘅雪藏貨預製菜。呢種落差同被欺騙嘅感覺，真係會令人火冒三丈。大家會覺得，我做乜要花呢筆冤枉錢去幫襯你？我直情係俾錢買難受，做咗名副其實嘅韭菜。面對排山倒海嘅輿論壓力同消費者嘅質疑，西貝嘅高層同埋創辦人非但冇第一時間出來誠懇道歉或者承諾改善，反而仲出嚟講咗啲非常駁嘴嘅言論。佢哋公開宣稱預製菜係未來餐飲業嘅趨勢，甚至認為預製菜先至可以做到標準化，保證食品安全。呢種高高在上，試圖去教育消費者嘅態度，直情係火上加油。消費者心諗，你用預製菜慳成本賺大錢，仲要菜啲雪藏貨俾我哋食，居然仲可以講到咁大條道理。結果大家就開始發起自發性嘅抵制。當一個品牌冇咗信任，佢嘅崩盤速度真係可以快到你唔信。以前一到星期六日或者食飯黃金時間，西貝門口一定坐滿晒等位嘅人。但自從預製菜風波之後，成間鋪頭嘅客流量直情係斷崖式下跌。以前可能一日可以做幾百桌生意，
依家可能連幾十桌都做唔到。一間開喺大型高端商場入面嘅餐廳，店面動輒幾百平方米，你諗下嗰度嘅租金有幾恐怖？再加上人工、水電、食材嘅損耗，如果冇足夠嘅客源入去消費，嗰種資金嘅消耗速度係非常驚人嘅。依家佢哋好多分店都出現咗入不敷出嘅情況，步步維艱，完全揾唔到出路。眼見情況越來越唔對路，西貝其實都嘗試過好多種自救措施。佢哋嘅管理層眼見高端堂食條路行唔通，就開始瘋狂轉型，試圖去找緊其他市場。例如佢哋之前推出過好多個全新嘅快餐品牌，好似咩賈國龍功夫菜、賈國龍空氣、賈國龍中國寶等等，試圖用自己創辦人個名去做新招牌，主打快餐外賣市場。佢哋諗住，既然大家覺得西貝挑麵村貴，咁我做平民快餐，做10幾20蚊個嘅中式漢堡或者肉夾，總會有人買單啩。佢哋仲斥巨資起咗好大嘅中央工廠，諗住將預製菜直接包裝成零售產品，喺超市或者網上直接賣俾消費者，等大家買返屋企自己加熱食。但可惜嘅係，呢啲所謂嘅自救措施，最終都係落得一個慘淡收場嘅結局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完全犯咗一個致命嘅錯誤，就係低估咗消費者嘅智慧，同時高估咗自己品牌嘅號召力。你之前堂食嘅明星都已經因為預製菜搞臭咗，大家一見到你個名就自動同說藏貨、性價比低、唔新鮮呢啲標籤掛鈎。依家你換個馬甲，改個名叫快餐，但入面賣嘅依然係一模一樣嘅預製菜，甚至價格仲要比普通快餐店貴，消費者又點會咁容易上當？就攞佢哋嗰個賈國龍功夫菜來講，店入面連廚房都冇，全店都係微波爐同埋加熱設備。客人去到選好想食嘅餸，店員就當住你面將個膠袋塞落去加熱，然後連埋個鋁箔紙盒一齊端上桌。呢種咁極端、咁冷冰冰嘅用餐體驗，真係將預製菜嘅缺點放大了無數倍。大家去餐廳食飯，除咗果腹之外，仲追求緊一種人情味、服務同埋食物剛剛出爐、熱辣辣嘅溫度。西貝呢種做法，簡直就係將餐廳變成咗自動販賣機。結果呢啲快餐品牌開咗冇幾久，就引來全網嘅瘋狂吐槽。好多鋪頭甚至開咗唔夠幾個月就頂唔順，要默默執笠。呢啲盲目轉型、開新品牌嘅嘗試，非但冇幫西貝賺返錢，反而好似一個無底深潭咁，瘋狂吞噬緊佢哋原本就已經非常緊張嘅資金鏈。一邊係主品牌西貝吊麵村因為冇人幫襯而日日蝕大錢，另一邊係新快餐品牌投資失敗，不斷倒貼。喺咁樣雙重打擊之下，佢哋嘅經營真係可以用慘不忍睹嚟形容。一日蝕成300萬嘅傳聞，絕對唔係空穴來風，而係佢哋盲目擴張、決策出錯所要承擔嘅苦果。其實西貝依家所面對嘅困境，正正係依家成個餐飲業迎嚟寒冬嘅一個最典型、最真實嘅縮影。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整體嘅經濟環境，就會發現由2024年、2025年到依家2026年，成個大環境嘅消費模式已經發生咗好翻天覆地嘅改變。以前大家手頭充裕，可能追求嘅係消費升級，食飯要講排場、講名氣、講精緻，幾百蚊一餐大家都唔會眨眼。但依家唔同咗，依家全球經濟都面臨不確定性，大家賺錢難咗，荷包縮水，消費觀念直情走向咗另一個極端，就係所謂嘅消費降級同埋追求極致嘅性價比。依家嘅消費者每花1分錢都會計過度過，大家唔係唔願意出去食飯，而係要求每1分錢都要花得值。你如果收得我高昂嘅費用，你就必須提供對得住呢個價錢嘅新鮮食材、極致口味同埋一流服務。如果你做唔到，咁對唔住，大家寧願去選擇那些幾十蚊、份量足、味道又唔差嘅平民街坊小店，或者索性返屋企自己煮。在呢種大環境之下，像西貝呢種定位尷尬、價格高高在上、食材卻用工廠雪藏貨嘅連鎖巨頭，自然就成為咗第一批被時代淘汰嘅犧牲品。更何況，
依家內地餐飲業嘅競爭已經激烈到一個可以用內卷嚟形容嘅地步。新嘅網紅品牌層出不窮，而且一個比一個做得平，一個比一個更講究現做、新鮮。當其他餐廳都在拼命強調自己係活魚現殺，土豬肉每日新鮮送落鋪，明當廚房現炒現賣嘅時候，你西貝仲喺度堅持用膠袋裝住嘅預製菜，仲賣得咁貴，咁簡直就係將自己嘅客源拱手相讓俾競爭對手。好多香港朋友依家每逢週末都中意北上深圳或者其他內地城市揾食，大家都好清楚，依家內地嘅餐飲市場選擇真係多到數唔晒。由潮汕牛肉火鍋、新鮮現切嘅烤肉，到各種大排檔、街頭小食，全部都講求新鮮即做。大家北上消費，圖嘅就係嗰份香港比較難食到嘅新鮮感同埋高性價比。當大家選擇咁多嘅時候，試問仲有邊個會專登走去幫襯一間明星已經跌落谷底，定價又貴，食物仲要係雪藏貨嘅西貝？餐飲業嘅呢個寒冬，其實對於所有經營者來講，都是一個好深刻、好殘酷嘅警示。餐飲業嘅本質，由始至終都係民以食為天，而食嘅核心就係真誠同埋品質。你對食物有幾多敬畏之心，消費者係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嘅。你用新鮮食材，大廚用心去炒，同你用工廠流水線整出嚟，放落微波爐加熱嘅速凍包，客人口味一試就知，根本騙唔到人。任何試圖利用高科技或者所謂嘅商業模式去走捷徑，去縮減成本，去愚弄消費者嘅品牌，最終都一定會被市場無情地拋棄。西貝掉面村由昔日嘅餐飲神話，走到今日步步維艱，面臨執笠潮，日蝕幾百萬嘅田地，真係令人唏噓。但呢個結果怪唔得邊個，完全係佢哋自己一手造成嘅。佢哋高估咗消費者對品牌嘅忠誠度，低估咗大家對食品品質嘅要求。當一個餐飲品牌連最基本嘅新鮮同誠意都丟失咗嘅時候，就算你投入再多嘅資金去搞自救、去換包裝、去開新店，都只不過係嘥氣，根本無濟於事。依家2026年嘅餐飲市場已經進入咗一個大洗牌嘅時代。呢個寒冬雖然好凍、好殘酷，但同時亦都係一塊試金石。它會將那些投機取巧、名不副實、將消費者當水魚嘅品牌通通淘汰清除出去，而那些能夠在這個寒冬入面堅持落去，依然保持初心，堅持提供高性價比同新鮮美味食物嘅餐廳，先至可以真正贏得消費者嘅尊重同信任，喺逆境之中生存落去。唔知大家對呢次西貝嘅預製菜風波同埋佢哋依家嘅困境又有咩睇法？你哋平時出去食飯，又接唔接受到餐廳用預製菜呢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一齊傾下。